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梅雨季节即将来临，为了因汛期所可能带来的豪大雨，台南市政府超前部署进行箱涵的清淤，确保雨水下水道的功能完善。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通常都会在汛期来之前检查严重淤积的孔位，并安排清淤。在豪大雨发生的时候，确保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长韩荣华。那我们今天带市长来看我们下水道的一个清淤。那从我们去年0813到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进行了大概接近80公里的一个雨水箱涵的清淤的长度。那这个整个排水箱涵的一个清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豪大雨的时候都必须透过侧沟连通管道我们的雨水箱涵来排入到我们一般的排水。那这个箱涵如果阻塞了，当然就影响到我们的排水的一个通洪能力。那今天带市长来看呢，我说基本上我们水利局呢，为因应这一次的一个锋面来袭啊，大概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准备。当然这些准备呢，我想永远都不够，我想我们会随时再来做一些因应。那水利局的同仁呢，在今天的9点也开始有启动我们相关防汛的相关设施的一个检查作业。那大家已经在针对这个抽水站啊、移动抽水机等等的油料的补充，有些水闸门的部分，我们也在进行相关检视啊。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随时注意我们相关的一个水情的一个资讯，那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作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1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由卫生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针对肺炎疫情，议员蔡淑慧炮轰卫生局对居家检疫有7届乌白拍走的男子处罚上过轻，结果却对一位检疫期间因为发烧看医生的女子处罚10万块。议员认为卫生局的处罚无符合比例原则，而且根本就无顾人性。议员蔡淑慧以居家隔离甲检疫一名4届拍走，连续7届被罚70万，结果钱无缴就走出国。甲伊接到一名林姓小姐的真情，因为检疫期间发烧去看医生，结果就被罚10万块来比较，认为卫生局伫咧无查明就开罚。根本就无人性，嘛无合理。这样你无人情理理，你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不是啪走，他是去医院就医，对那个证据很确凿，他是去医院就医，而且是发烧。在这一次，你还不是一样把他开罚？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呢，我们大概也用了这个宣导单张，还有手册。那当然呢，这个服务的人员呢也告诉这些居家检疫的人员我知道要打你全部都顺着时钟走，你都顺着时钟走 ，OK。我今晚要跟你讲的是讲，今仔日啪走7次，花了70万，要不到钱，这个是确定到医院去就医，你们可以去医院查嘛。他不是啪走，他从家里到医院，因为发烧去就医。你还不是一样开罚10万块，甚至说这个是中央要到中央去诉愿，敢有需要安尼？伊今仔不是去外口食点心，不是去买阳春面，不是去啪走去公公，伊是去病院看病嘞。你嘛是甲同款开10万块，为什么这种单子没有办法在卫生局你们经过查证之后，直接帮他取消这样的一个罚款？对此，卫生局稽查科表示，伫咧裁罚进前有通知个案来说明，不过对方因为无任何的意见，议员认为原因就可能访视员工未来罚钱，不过后来却直接裁罚10万块，而且要求当事人以诉愿来申诉。对此，议员要求希望卫生局会用个重新思考，看是毋是会用来撤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同款甲疫情相关的，阁有流感、甲肠病毒等等。虽然防疫期间因为勤洗手、甲挂喙罨，互流感、甲肠病毒感染的人数下降，不过接煞雨季来临，议员也烦恼天高热的疫情，呼吁卫生局伫防疫期间也袂当轻忽天高热的病例。
台南市天狗日的病例目前境外移入的总共5例，甲去年比较起来降低袂少。原因可能甲新冠疫情的防疫有关。不过，随着新冠疫情的舒缓，甲雨季的来临，议员担心天狗日会来爆发，因此呼吁卫生局袂用的来大意。现在各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大家把国门关起来，我拢无爱互恁来，我嘛无爱出去，所以这个会遏制今年我们登革热解决这个问题哦。所以你现在也顺这个机会宣导，就是讲好，假使讲好，中央已经开放，互大家国内国外当去出境的时阵，东南亚那么严重，这个都要非常的注意了。是家己员报告吼，咱的工课拢照做啦，无特别讲。当然啦，这是咱的业务一定爱照做嘛吼。虽然说新冠肺炎这个刚过，但是与其连米被搞，又有登革热又要来临了。那刚刚局长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在境外包含东南亚的部分，我们的疫情包含登革热的部分都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台南的部分，大家就要加强注意。卫生局长陈仪嘛强调，虽然天狗日有人讲3、4天就有一天的大流行，不过这拢甲靠近赤道国家有关系，尤其东南亚的国家，今年疫情嘛无比去年较低。因此，会来加强外籍移工的管理甲预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公布全国纾困成果，台南市以0.92%旗下全国第3。会有这款的效率，主要是因为区公所的承办人员唔惊辛苦，努力加班来审核申请的案件。所以市长19号上午特别前往中西区公所来慰劳工作人员。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19日公布全国纾困的成果，其中在平均户数纾困比例上，台南市以0.92%摕下全国第3成绩。会有这优良成果，嘛是因为中央有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审查流程，让公所人员有依据会当加速审查。同时，嘛要感谢台南市各区公所工作人员每日加班的辛劳付出。公所同仁，大家都在加班赶件。过去甚至连母亲节，也都留下来加班，这点是非常非常感佩他们的辛劳的。那台南市现在纾困，我们是第一个发出纾困金1万块钱的县市，那现在是全国第3，发放比率的户数是最高的，第3高的。那因为我们台南市人数这个人口数比起6都其他都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总户数发出的户数是比较少的。那所以说依据这个比率来讲，我们还是相当高。那但是不管这个不是求速度了，这只是让民众感觉有温度。民众对着政府大兴制定纾困方案，让因会当申请补助，拢表示真好。之前的疫情影响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到，或是对家人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到这样？目前我是没有在工作了，因为我前一阵子身体不好，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工作。我年龄也蛮大了，人家我忙得起啊。那有的这笔那个纾困金，还会对你有帮助吗？会有帮助啊，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帮助啊。市府嘛提醒民众，不论审查结果敢有通过，公所拢会新闻到家户通知。若是有需要尽早知影结果，嘛会当伫申请的时阵留下联络电话，互公所伫审查后就会当马上通知结果。嘛希望民众爱多多体谅公所人员的辛苦，会当先查询纾困的申请资格，避免重复申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迄前各式运动场因为严重破损，去年透过立委陈廷辉的争取，得到中央的经费补助，再加上学校家长会支持，19号举办新运动场落成典礼。立委陈廷辉嘛以着学子的身份出席，甲学弟学妹做伙分享全新运动场启用的快乐。迄前国小的操场因为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伫校方向议员陈义鼎甲立委陈廷辉订正后，最后争取到400万，加上学校家长会补助11万，最后也来完成这个全新的操场。19号上午，校方也来举办盛大的启用典礼，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鼎拢亲自出席。
共同见证这个全新操场的启用。怡珍是接到校长的反映，说这个学校的跑道非常的老旧，然后学生在运动也非常的危险哈，所以马上跟陈廷飞委员反映，那委员也就马上跟中央申请经费，安排了会勘哈，那很快的经费就下来。那我想期待就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也期待说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教育跟运动的环境。邀请我们体育署下来来看我们的跑道。确实，一到现场，那个跑道真的是烂到可以哈，而且是完全没有弹性，甚至一翻整个表面全部都脱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运动，实在很危险。甚至我们的跑道还不只是学生，我们社区的家长还有阿公阿嬷也都在这里运动。所以当下我就马上要求一定要立即处理，而且立即编列预算。那也很感谢教育部体育署的帮忙，在12月份，我们9月来看，12月份就马上核定。那在今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程，让我们的学弟学妹有一个好的跑道可以运动。我相信这也就是给协进国小一个大礼。那我在协进国小读了8年，幼稚园2年，然后国小6年。我相信我对这个学校有感情，也希望能够帮这个学校做更多的事情。校长也向学生来呼吁，爱好好爱惜这个操场，因为除了好好要使用以外，这也是社区重要的运动环境。我们希望同学们使用跑道的每一天，都能够像今天、像昨天一样，都能够把它爱护好，维护它的每一天，就像今天这么漂亮、这么好用，让我们的运动安全更能够得到保障，让我们的经费运用到我们真的需要的地方，也能够善用它，维护得更好。整个工程维持了2个月，学校为了让学生会使充分来活动身体，同时体验这全新的操场，也特别举办趣味接力赛，让因摕到大型的接力棒来比赛，会使看到每一个学生拢耍了非常的欢喜。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19号上午，总统蔡英文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除了邀请防疫国家队参与520的就职典礼，嘛赠送100箱的台南好面来慰劳辛苦的工作人员。市长嘛趁机会向民众来介绍近10种台南特色面。画面当中看到市长王美婷手里提这箱面，就是19号上午总统蔡英文送予防疫国家队的台南好面，面面俱到。内面有10种台南特色的面条，除了有常常看到的关庙面甲咸水意面以外，也佫有结合农特产品的特殊口味。市长王美婷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将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予更较侪人来熟悉。小英特别订购了100箱的台南好面，来送给我们机关署。那我们台南好面现在做了综合版，叫做面面俱到，总共有我们左镇的芒果面、关庙的关庙面、大内的洛梨子面，还有新市的火龙果面、盐水意面，还有仁德芦荟面，还有白河莲藕面、关田菱角面、善化芝麻面、龙崎竹炭面等等的，总共10种台南好面。那也能够成为总统送给这个疾管署的同仁的礼品的这个好面，我们觉得台南市觉得与有荣焉，也希望说借着总统，借着这个疾管署的各位好朋友，还有陈时中部长，再次让台南好的产品好面能够让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让更多朋友们都知道，而且也要祝福我们防疫面面俱到。
台南充满特色的面条，伫日前市长王伟霆宣传影片后，就吸引侪民众的抢买。即届推出10种口味的礼盒，面面俱到，相信也会吸引喜爱食面的人。如果想要品尝看卖的民众，嘛会使向台南农产运销公司来预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过车路对目睭无方便的人来讲是真危险的代志，所以市府交通局特别伫小东路、林森路口、成功路以及火车站设立智慧视障有声的号志，互视障朋友伫过车路的时阵更加安全便利。市府近年来大力改善道路交通环境，参像是正式庇护岛、路口特殊设计等，现在佫启用视障智慧有声号志。和视障朋友会当利用手机 App 甲有声号志互动，大大提升网友过马路的安全甲便利。过去那一套它没有感应盲人朋友要找那个按钮就不好找。那现在因为感应式的我们到达路口以后，只要打开这个 app 它的声音呢，还有那个标线它的声音会让我们比较安全感，然后方向感跟安全感都比较好一点。我们到路口刚好是绿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剩几秒钟，那我们都会等，宁愿花时间等下一个绿灯，对。这样子比较安全。智慧有声号志那我们首次结合手机的 APP， 那让这个号志呢，只有在盲人朋友接近这个路口的时候才会触动那这个改善了过往有声号志会一直响，然后让市民朋友觉得很嘈杂的这个问题。那另外是我们还结合这个人行道的这个导盲砖，另外是行专线的导盲标线的设置。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设置呢，能够营造更好的这个友善的路口，让定向师在协助视障朋友穿过路口的时候，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交通局表示，今年已经有向视障团体以及专业定向师询问意见，未来嘛会进一步伫视障朋友出入频繁的区域，扩大证实智慧视障有声号志，希望会当满足视障朋友伫就医、交通运输以及学习的基本需求，持续打造台南智慧无障碍道路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伫文南社区所设立的八公照护站，特别教社区的老大人用客家的花布来做喙安套，除了会当训练长辈身体协调的能力，对防疫嘛真有帮助。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落实市长的3提醒、3影响的市情愿景，积极推展客家委员会八公照护站的计划。今年新增加4站，总共有8站，分布伫咱市的南区、安南区、加东山、北河、南西等6个行政区，依照各社区的特色，规划无同的客家文化活动，亲像文南社区，就结合过去的布市、甲服装的加工，教导长辈来制作客家花布的口罩套。国光照护站呢，主要是针对我们长者，在这个社区透过长者一些活动，让长者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活动，让国光照护的这样一个精神能够传递。那今年跟文南里的合作是第2年了那这一次的活动是针对这次的疫情。那我们知道这个疫情非常的严峻虽然我们台南市在目前还是处于这个比较确诊病例比较少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长者能够走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客家花布的口罩，一起来延续这个客家文化。除此之外呢，也可以促进身体健康。透过制造客家花布的这样一个机会呢，让老人家能够动动手动动眼，这样达到这个眼手的平衡这样一个促进健康。咱迄个口罩会当弄内底，爱当个一直使用，因为这用了会当去洗，爱当去使用。这个口罩呢，可免用较伤安尼。所以呢，这个中者呢，伫遐大家当安尼用伊家己手呢，家落去天，一针一线落去天安尼。感谢咱民委会呢，每一个月拢有两遍的课程2届的课程。搁有咱的弄鼓，搁有咱的客家美食，搁有一寡客家的唱歌表演。所以呢，感谢咱民委会呢，给咱帮衬。看到长辈伫拍板开始，一针一线家己来添，每一位拢真有成就感。我是头一次拿针线缝这个口罩，觉得那个
还不得心应手，所以有时候会刺到手，是这个样子。很好，学这个也不错。足久拢无做，未晓做，足久即摆开始去做，做了嘛，感觉真满意啦，挂起来个真好看吼，个方便，以后会当绑起来洗吼。配合防疫，每一位长者伫咧参与活动，拢爱清凉体温，做手部的消毒，才用个进场。现场除了有客家手工艺的 DIY， 另外嘛提供客家美食的共餐点，互每一位长辈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5度到27度，落雨的几率有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